今日同大家講下，如果屋企漏水嘅時候，檢測人員會點樣去揾到個原因出嚟？大家一齊睇睇。咁首先，測試人員會用濕度錶喺懷疑漏水嘅地方，每一處會做一個濕度測試。前嗰部機啦，係啦，即係呢部就係照佢斷層嗰個。唔係斷層，呢個就照嗰個表面嗰個溫度，就睇下有冇啲溫度大嘅位置。嗱，微波嘅就係呢部啦。微波就係微波就係呢部啊。係啊，陣間都。而家檢測人員就用呢一部紅外線熱像儀喺每一個唔同嘅角度去影返漏水嘅情況。當標示晒所有嘅位置之後，當測試滲漏嘅時候，就更加容易標示返邊啲位置有問題嘅。而家就貼晒好多點啦，咁一陣會逐點咧就去試一試佢個濕度，最後咧就會用微波嗰部機再佔多一次佢每一個層，即係佢嗰個厚度，究竟邊一邊有問題？就係呢個探頭啦，度唔同深度嘅位置。49、54、50、52、50、54、51。咁其實好多人都會問啦，咁如果真係有漏水嘅情況下，如果唔理，又會變成點樣呢？呢一個係我入行20幾年入邊見過鋼筋腐蝕最壞第2嚴重嘅情況。但係慶幸嘅係，本身呢一度已經冇再漏水。我哋需要做嘅就係做一個打試波鈴嘅程序，要將現有嘅一啲鋼筋磨咗佢，生鏽嘅磨晒啲生鏽嘅地方。然後通常我哋會用一啲德國嘅防鏽油，重新搽返晒喺啲鋼筋上邊。最後呢，就會再用一啲俗稱5星泥，即係一啲冇收縮灌漿料，去將成個天花去批返平去，咁就叫做完成呢一個打試波鈴嘅工序啦。